我们的耶和华是无论我们在何时何地都看顾我们的神，阿们吗？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不将云彩当遮盖，也天使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命令狂风止息，那波浪就平静。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张开双手，我们就得饱足。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他必带领生命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他必带领生命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是的，主，我们要颂赞你的全能，要颂赞你的慈爱，要颂赞你的伟大，因为你是天上的上帝，你是大而可畏的，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要一同来称谢你的名，我们要一同来赞叹你的奇妙作为。谢谢主，我们要从你的话语来宣告你是那伟大奇妙的神。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宣告这位神他永远的慈爱长存。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07篇1到3节，一起来。要感谢上主，因他是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所救赎的人要重述这颂赞，他救你们脱离仇敌的手，从东西南北，从各国把你们领回来。我们要来宣告就好像诗人他
来经历这位神是慈爱的他的慈爱是直到永远，他是救赎的要从敌人、仇敌或者是这些病痛的人手中来抢夺回来，要恢复我们的生命，恢复我们的盼望。弟兄姐妹，邀请我们一起来开口，你颂赞他的全能，这个全能就临到你；你颂赞他的伟大，这个奇妙就充满在你的当中。我们一起来开口同声来赞美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伟大奇妙的主。主啊，你是属变有的，你是时时而王护我的。主啊，你是在干旱之地为无水之地的时候，日常是那甘泉之水。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旷野开道路，你在我们的沙漠当中开江河，让困境里面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主，我们感谢赞美，我们将一切颂赞全能都归给你。主，我们将一切荣耀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要颂赞你的全能，因为你是造天造地是生命的主，你是给我们生命，是给我们气息，是给我们永生的意念，好叫我们能够来寻求你。主，你也是给我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你向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来到你这里，你就要使我们得着安息。主啊，你是平安的主，主，你是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在我们缺乏的时候，你是我们的牧者；在我们面对征战的时候，你为我们出头；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你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谢谢主，我们颂赞全能都归给你，因为你已经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你里面，在基督里面要赐给敬畏你的人。你是那位赐福我们，要供应我们，要保护我们，要施恩慈施慈爱的主。主，我们要将一切的感恩颂赞全能都归给你，愿你得荣耀，愿你也赐下你的平安喜乐医治盼望在我们当中。我们这样同心和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继续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你永远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你永远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
敬拜你，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就是这一位这么爱我们，就像诗人所说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所救赎的人要一次又一次来颂赞，你怎么救他们，你怎么帮助他们，也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从东西南北，从各国把他们救回来，领回来。主，谢谢你，你不只救他们这群被掳的得以归回，诗人来颂赞你，你也再一次告诉我们，我们要来数算这些美好的事情，不是只有发生在几千年前，他们被掳归回，可以重建圣殿的那时，其实也是发生在现在哦。此时此刻的我们，在年底2022年的农历年底，主啊，我们岂不是应当要来数算神你的恩典吗？过去这疫情期间，过去这么多的不确定的当中，这么多的危险，重要的关头，好像过不过去的关头，这么难过的关头，主啊，你就是我们的头，你带领我们往前冲，你带领我们从夹缝中，从仇敌的手底，我们被你拯救回来，到如今我们仍然能够屹立在主你的圣殿，主，能够在你的宝座前，我们从东西南北的方向，我们从工作的地方，我们从白天忙碌的地方，主，我们现在归回到主你的圣殿，你的宝座前，你带领我们回来，我们要来数算你的恩典，凭着信心在我们身上你所作为的，可能已经成就，还是还没有成就，但主啊，你给我们看见，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现在就要来数算，我们越数算我们所有的，我们就发现，哇，像五饼二鱼一样，我们越数算就越多，越数算我们就越喜乐，因为主啊，我们原来是有这么丰盛的应许，我们只是没有去支取，没有去领取，太可惜了。谢谢你今天在祷告会你提醒我们，就要凭信心来到你面前，来支取领取你所要给我们的。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要来领受神的恩典。刚刚我们其实已经读了诗篇107篇，如果我们大家大概知道这个背景，其实它跟106、107是合在一起。那个背景就是其实跟我们现在在读这以斯帖是很有关系的，也就是他们被掳他们这个国家亡了竟然神容许他所爱的子民，他的国家灭亡，他的圣殿里面所有的还被夺取一空。神说70年之后还要让他们可以归回。如果没有信心，在那个被抓20年、30年、40年，你的时候大概已经躺在那边躺平了，就像我们现在读的经文一样但如果我们有信心就不一样好不好？我们就来读，持续来读这107篇4到7节，他们怎么样来数算神的恩典？过去怎么样经历？现在、将来，只要有信心，我们也要经历那个突破，要在有神的应许，神的带领，因为这一位神是赐人平安丰富的神。我们一起来领受一起来读经。有些人迷失在人烟绝迹的旷野，找不到路好往可居住的城邑，他们又饥又渴，一切希望都断绝了。在急难中，他们求告上主，他救他们脱离祸患，他带领他们走直路，直到可居住的城邑。
感谢主，我们曾经在那个旷野吗？我们曾经找不到路吗？好像完全没有出路。不，神要带领我们走一条是直的路，而且要到达那个可居住的城邑。因为我们在急难中，我们求告他必要带领我们脱离那个祸患，好不好？我们一起先来数算神的恩典。过去你在什么时候曾经没有路可以走，但神为你开路，给你一条出路呢？我们越数算神的恩典，静静的想想过去神怎么带领。相信音乐牧师说的，我们会开始醒悟过来，然后我们会信心油然而生，然后我们的喜乐就满意，那个禁不住的喜乐哦，好不好？我们同心开口来回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然后来数算这个恩典。1、2、3，开口，我们来数算，感谢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的，每一次当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坦然无惧的到你的面前，这就是一个最大的恩典。因为主啊，按照我们人所犯的罪，主啊，我们实在没有这个资格，主，我们实在是不配。但是主，你的恩典，主啊，你看我们为宝贝，主啊，就像你掌上的明珠。主啊，你哪里舍得让你掌上的明珠受到所有的祸害，受到疾病的攻击，受到一些不安全的这些勒索？主啊，还有很多我们想象不到黑暗的权势。但是主啊，你就是定义要爱我们，保护我们，即便我们走过那个阴暗的地方，黑暗的地方，即便我们走过那死荫的幽谷，主啊，你定义就是要陪我们走，陪我们一直走下去。即便我们人真的是误会了你，即便我们人感受不到主你在哪里，但是主啊，你今天再次透过你所拣选的这群的子民，他们在旷野中，他们在没有绝境当中，你给他们指一条路。我们谢谢，感谢，赞美你，谢谢主，感谢赞美主。主啊，你是慈爱，主啊，你是这位全能，你是信实，主，你是拯救我们的主，你是全知全在全能的主。主，你应许我们凭信心来领取你给我们的应许，这应许是丰盛的。主啊，这是世界上的人不能预测也不能夺去的。主啊，这世上的专家他们所说的，主啊，你知道在你的面前有比专家还要更完全的祝福，还有比专家更好的办法。因为主，你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主啊，你是一切绝境中的盼望，主啊，特别主，我们相信你爱我们，主啊，你永不放手，你永不放弃我们，主，这些不管是疾病苦难，或者是这世界都不能夺去，主，你在我们身上那个美好赐福的旨意跟应许。谢谢你让我们全心来依靠你，主，你就要带领我们突破那个困境，你就要带领我们进入那极美好的佳境。因为主，你就是这一位赐福，你就是这一位爱我们，给我们丰盛应许的主，你的每一句应许都要应验。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再一次来到神面前，我们继续来敬拜他。主，不住寻求你面，昼夜的祷告，为这时代呼求，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声音，愿救赎和医治临到这地。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地。圣灵
风的吹进每颗枯干的心里，我们灵魂在此地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不住寻求你面，昼夜的祷告，为这时代呼求。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声音，宇宙是会一直领导这地。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地。圣灵如风的吹进每颗枯干的心里，我们灵魂在此地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不停地叩门，不停地寻求，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不停地祷告，不停地呼唤，呼求复兴领导这时代。我们在叩门，我们在寻求，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我们在祷告，我们在呼喊，呼求复兴领导这时代。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地。圣灵如风的吹进每颗枯干的心里，我们灵魂在此地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我们看到一个很美的画面，是父亲转向儿女，儿女转向父亲。我们很盼望，特别要过年的时候，我们真心的很盼望每个家庭都要经历这样的合一，每一个家庭都要经历这样的和好。但是我们都知道人真的很有限，特别在这个时刻，我们要来恳求主赦免的时刻。
真的是求主赦免，我们真的是人，我们有很多的限制，甚至我们有很多过去的经验，让我们好像诗篇107篇，在那个被掳的光景里，有些人生活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注定的，好像出生之后我就要活在那黑暗和死荫中，好像被痛苦的铁链捆绑着，好像有人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上一代做了什么，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因为我们过去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让我们好像就背负了背叛上帝的命令这样的罪名。而事实上，可能我们还真的就在其中。然而诗篇107篇却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如果我们回去读，可以再读一次，你会发现在诗篇107篇有2句话一直重复出现。这2句话就是在急难中他们求告上主，他就救他们脱离祸患。在急难中他们求告上主，他就救他们脱离祸患。在急难中你求告上主吗？上主的手要救你脱离祸患，他要让我们从黑暗死荫之处，好像解开折断锁链一样，使我们得着释放。所以每次我们来到主面前恳求赦免的时候，不仅是承认我们得罪神，不仅是承认我们的有限，承认我们软弱，更重要的是上主给我们一个恩典，在急难中当我们呼求他，他要拯救我们。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你正在急难中吗？你正在那个软弱没有办法自拔的里面吗？你正在挣扎在这个过年我到底又要遇到谁？恳求主的赦免在我们当中，使我们也领受这样的赦免，能跟人建立和好的关系。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一起开口来祷告。主啊，你要我们的生命是领受丰盛的生命，主你让我们的生命是领受那平安意念的生命。主啊，你呼召我们是定义要赐福我们的生命。主，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在那死荫之地，我们好像就在那黑暗当中，甚至我们自己走路在黑暗里面。主啊，我们要恳求主你的恩典，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主在这急难当中，主啊，你定义要拯救我们，我们要寻求你的拯救，我们要寻求你的膀臂，我们要寻求你大能的医治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不在黑暗中活，使我们不渴慕黑暗，而是我们渴慕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次的祷告，主啊，我们定义要寻求你的面的时候，主，我们就脱离那一切的祸患，脱离那一切的捆绑，脱离那一切的黑暗。因为主，我们是奉你的名聚集在这个地方向你来祷告的。主，我们向你感谢，我们要向你赞美，因为你是在患难中，你是在急难中拯救我们的主，你是在各样的环境中使我们能够遇见光明的主。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说，我们需要你的拯救，我们需要你的膀臂，需要你的保护，需要你的护卫，更是需要主在此时此刻医治我们内心那些罪疚感，好像有些罪我们一认再认，但是我们不肯放过自己。主啊，好像有一些事情就像那捆绑的锁链一样，我们甚至放弃挣扎，我们就陷在那网罗里面。但主，你却告诉我们，在急难中，当我们呼求你的名，你要拯救我们，你定义要拯救我们，你要奉你的名要释放，要
解开，要断开那一切的锁链，捆绑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你光中的，捆绑我们没有办法相信你的，捆绑我们没有办法坚定依靠你的。主啊，你在这个时刻要奉主耶稣的名，主啊，你要让我们从那些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你要拯救我们脱离一切恶者的手段。主啊，你更是保护我们不成为那恶者，走在你的心意当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每一次向你来祷告，主，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相信，不论这个相信是大是小，主你都使用，因为你以你的信实来复庇我们，使我们即使那芥菜种般的信心，主啊，我们心里都有一个把握，就是你能够掌握，让它生根发芽。主，谢谢你带领我们，当我们又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你用慈爱来恩待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这个过农历节之前呢，这个祷告会，我们要一起来到主的面前，要来宣告。要来宣告什么呢？要来宣告在2023年，就是我们主题经文。我们相信吗？上帝要让我们经历的生命是丰丰富富的生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主题经文，约翰福音10章10节，请。盗贼进来，无非要偷、要杀、要毁坏。我来的目的是要使他们得生命，而且是丰丰富富的生命。阿们。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里面要得的是丰丰富富的生命，这是2023教会的经文，主题的经文，更是我们的生命要来领受的经文。所以我们要来祷告，而且今天的祷告不论是什么的祷告，我定义说就是宣告的祷告，因为我们要来经历在2023，你要记得今天的祷告会，或许这件事情就要发生在你的身上。我们要为我们肢体的身心灵的健康来祷告。在肢体身心灵的健康里面呢，我们要来读一段经文，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请。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世人就会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当我们要为肢体来祷告的时候，不管是我们的亲友、我们的朋友，在线上、在现场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为我们肢体身心灵祷告的时候，我们为他祷告完，然后呢，或者是我们行动完，然后呢，我们要来为他们在几件事情，包括我们自己很重要的领受上帝医治的大能，家人互相扶持，彼此包容，圣灵的安慰在失去亲人的家庭，因为我们知道即将来的过年对这一群弟兄姐妹来说，或许是一个心里面会有那不舒服、不习惯、失落的感受，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更是为我们的心来祷告。这是2023，是一个在肢体里面我们要宣告是一个彼此相爱的一年。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传福音，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说耶稣，而是因为他们看不见在我们身上的耶稣。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彼此相爱，透过彼此相爱，有智慧的彼此相爱，有界限的彼此相爱，有真理的彼此相爱，世人就会知道我们是谁的门徒。我们要开口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身心灵要来领受上帝的医治，领受上帝透过家人亲友的扶持，领受从圣灵来的安慰，领受弟兄姐妹的爱。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再次来说，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啊，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主，你为我们所承受的，使我们能够领受如今的平安。这平安是从你来的，是世人不能给，是世界不能给。而这平安不仅是要永留在每一个今天来到你面前祷告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更是要永留在我们的家人，特别我们接下来要过年的时候，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位亲友他们的生命当中。主啊，爱是一个约定，是一个承诺。主啊，爱也是一个行动，是一个回应，而这爱是从你而来。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当他们的生命遇到需要，在那个身心灵极其软弱，需要帮助，需要扶持，更需要主耶稣基督你医治的时候，让他透过主啊你的圣灵，透过你的肢体弟兄姐妹，透过你的话语来领受那医治的能力。就在此时此刻，主啊，你医治的能力就要在这场祷告会里面永留到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永留到过年期间我们所接触到的弟兄姐妹当中。主啊，你说我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因为我们是照着你的心意彼此相爱。帮助我们在爱里有智慧，在爱里有回应，在爱里有行动，更是在爱里面要敬畏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主，你医治的能力已经永留在看见这个直播，在现场的弟兄姐妹，在线上许多听到这个祷告的弟兄姐妹，他们要来领受你医治的大能。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的医治是全然的医治，是没有瑕疵的医治，是毫无保留的医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相信吗？我们相信，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上帝的工作就要临到我们的国家，就要临到我们的社会，就临到我们的家。我们要一起来读诗篇85篇8到13节，我们一起来说：我请听主上帝所说的话，如果我们不再走愚昧的道路，他将赐平安给他的子民，他必定拯救敬畏他的人，他的荣耀将充满我们的国土。慈爱忠信彼此相迎，正义和平互相拥抱。人的忠信从地上发出，上帝的公义从天上显现。上主要使我们繁荣，我们的土地必定丰收。公义要走在上主前面，为他预备道路。在这整段话讲到一个地方，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是一个充满敬畏上帝的人在的地方，这个地方就要让我们看到这样美好的画面。而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公义要走在上主前面，为他预备道路。当我们要领受神的同在，那这个地方真的就是一个用公义来预备道路的地方。所以当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的时候，我们是要来宣告，在2023年为国家有被保护、被连续来祷告，为国家的安全、人民有平安来祷告，为台湾的经济复苏、为疫情能缓和控制来祷告。我觉得在这一切之前，最重要的是为台湾这个国家是人人有对公义有感的国家。我们要一起
这个时候为台湾来祷告，恳求主的公义临到我们当中，也恳求台湾的百姓真是行在主的公义里面，特别执政掌权者，求主让他们有这样公义的智慧，要知道要寻求这位上主来领受这样的一个心意，领受这样的心志，也领受这样的行动。我们一起开口为台湾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你真实的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真实的看见我们，你也真实的寻求你的面。主啊，为台湾的主啊，你再一次透过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主啊，你是一个守恶的力，好怜悯纯谦卑的心，这样来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的是回转归向你。主，我们仰望你，为我们这个国家，主，我们恳求你，真的是让我们先回转归向你，因为主，你拯救我们，你使我们回转。主啊，叫你的道路向我们来仔细。主，让我们这个国家，主啊，归向你。主，以至于我们真的是有满了，主啊，你的心意。主啊，我们恳求你，用你的慈爱，主啊，用你的救恩来赐给我们。主，让我们知道，主啊，唯有听从主你的话，主啊，我们听从，唯有我们这个国家听从你是公义的主。主，我们不转去忘形。主啊，唯有这样子，主，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主，你的救恩，主啊，要跟敬畏你的人相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再一次告诉我们，慈爱跟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主，谢谢你，让我们听了就照这样去行。主啊，让我们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主，谢谢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为我们的国家。主，我们首先为我们国家，我们得罪你，得罪你很多很多很多，在这个地方实在是没有办法讲你的公义。但主，你再一次，每主你自己还提醒我们，公义要行在他面前，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主啊，可走的路要首先，主让我们真的是悔改、回转、归向你。主，特别是那个不公义、不公不义的事情，主啊，如果我们是受害者，或我们甚至我们自己就是那个加害者，主，我们恳求你光照我们，让台湾这整个大的结构，主啊，从上到下，从的文武百官，主，让我们归向、回转归向你。愿你的公义真的是在这个地上实行。主啊，使你的百姓，使你所爱的一切，主，真的是在回转，在那个每个人都是可以在你面前蒙福蒙恩。谢谢你，让台湾这块土地过去400多年来福音到了这个宝岛，如今唯有你的福音，你的好消息，使这世代所充斥的坏消息得着拯救跟救赎。主啊，因为你是这一位到如今都还活着的救赎主。主啊，台湾唯有你可以来救赎。台湾有多少的人担心在中国大陆，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我们要准备大炮，我们要准备各式各样的武器，但主，我们就缺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主啊，我们方向搞错，主，我们恳求你怜悯我们。主啊，使我们真的是转回头归向你。主啊，唯有你的福音，主啊，唯有你的公义，主啊，你的怜悯，主啊，你的信实，你的全能，主啊，你是掌管历史的主，唯有你能救得了台湾。愿我们是你的儿女们，我们起来，我们起来征战，不是拿起我们的武器，是我们知道我们有属灵的武器。主，我们知道我们的统领者是你。主啊，你是我们这个基督精兵的这个元帅，我们唯有我们跟随你。我们若是没有你是我们的为帅，为我们征战，我们实在是没有用的一群军队。
已经不像军队，因为每个人想的不一样。主啊，唯有你一声令下，你的号召，主啊，你是我们的统帅，主啊，你带领我们往前冲，你带领我们冲过那个突围，主啊，你为我们解围，因为主，你是这位公义、信实、慈爱、全能的主，你是从过去、现在直到未来，你定义要在台湾，使台湾成为美丽的宝岛，因为它充满了主你的福音，主啊，充满你的爱，你的爱带来完全的医治，带来使人和好和平，带来使人可以得着支持，不会软趴趴，带来引导。我们需要引导，我们需要有人带领，因为我们在黑暗中，你的光要带领我们，使台湾亮起来，在国际间也亮起来，使人没有轻看我们，使我们抬得起头。谢谢你，我们将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要继续来祷告，我们要为教会祷告。而今天要为教会祷告的内容呢，就在诗篇107篇里面。我们会读几段经文哦，要一起来读哦。诗篇107篇8到9节，我们一起读。他们要感谢上主的慈爱，要称颂他所做的奇事。他使干渴的人得到满足，使饥饿的人饱餐美食。这是一个感谢。继续读下去吼，诗篇107篇15到16节，他们要感谢上主的慈爱，要称颂他所做的奇事。他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栓。继续来读哦，诗篇107篇21到22节，他们要感谢上主的慈爱，要称颂他所做的奇事。他们该向他献感谢的祭，用欢乐诗歌述说他的作为。我们要继续读哦，诗篇107篇31到32节，他们要感谢上主的慈爱，要称颂他所做的奇事。他们该在人民的大会上宣扬他的伟大，在长老的议会中颂赞他。我们刚读了4段经文，大家有发现吗？这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很常在做的事情，就是在怎样，在做见证啊。每一个见证里面，就像刚刚的祷告里面说到的，在那好消息之前，很多时候是坏消息。所以人不够坏，有时候是进不到教会里面来。不管你是身体坏，还是心坏，还是灵坏了。可是很感谢主的是，在急难中，当他们求告他的时候，一个一个的见证就一个一个的出来。所以我们要为教会来祷告。如果我们充斥在坏消息当中，这个社会跟国家，那好消息到底在哪里？我想就是从教会开始，从信徒的灵命更新开始，从祷告单独会主的生命开始，从领受圣灵的能力在教会当中开始，从这个双福宣教的意向落实开始，从我们年度的事工计划预算的执行、预备、奉献、实践开始。所以我们要为教会来祷告。教会是一个在2023年要继续充满福音见证的地方，是一个要让人听见颂赞上帝的地方，是一个要叫人的生命新而又新。不管之前是什么情况，在2023我们要宣告，因为人不能做的，神能够做；人想要做的，神超过所求所想。若这是出于神的心意，他要成就。我们一起开口，我们要为教会，要领受见证的能力，要宣告上帝的同在，要向人分享福音。我们开口来祷告。我们要感谢你，
的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在祷告中持续的与主你来建立关系，持续的在祷告当中来领受你的带领。主啊，也愿主你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人，真的是每天每时每刻都能够持续的与主你来连接，在祷告当中，在灵修当中，在读经的时候，主啊，你就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与身边的人分享聊天的时候，主啊，就使用我们跟我们身边的人说话，让我们口里所说的话成为美好的见证，让人看见我们就知道，主啊，我们是你的门徒。主啊，在2023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各样的事工，各样的计划已经开始在启动，在筹备，在执行。求主你真的是保守看顾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同工，在这当中真的是不是为了事情，而是为着能够行合神你心意的事。主啊，让我们手里所做的真的都是能够合神你心意的。主啊，特别我们在过年之前，我们就有一场聚会，是跟弟兄姐妹一起相聚的时间。我们小年夜就要一起来相聚，求主你真的是使用这样的时间，让我们与弟兄姐妹能够更多的来认识，更多的来连结，而不是不只是人与人的连结，我们更多是要与主你来连结。在过完年，我们马上就有营会，马上就有各样的活动。主啊，也让我们透过每一次的相聚，每一次的服侍，每一次的关心，让我们真的都是能够更多的聚集到你的面前，聚集到你的殿中，来领受你的带领，领受你的恩典，更多的领受你那丰盛的应许，让我们能够透过我们所领受的来宣扬你美好的心意，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主啊，感谢你，感谢你聚集我们成为你的门徒，成为你的跟随者。感谢你使用我们成为你的同工。求主你更多的保守带领我们，看顾我们，在每个时刻让我们都来经历你。主，感谢赞美你，还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要继续特别接下来就要开始过年了。刚刚有祷告说小年夜我们教会有一场这个聚集，这不仅是一个聚餐更是让主的爱在我们当中流动。我们要为年节期间来祷告，特别在年节期间呢，我们要用上帝的话再次的来数算恩典。我们一起读申命记11章8到12节。你们要遵行我今天颁布给你们的一切诫命，这样你们才有力量。你们要进入的土地，在上主应许给你们祖先和子孙那流奶与蜜的地方享长寿。你们将要占领的土地，不像你们从前住过的埃及。在埃及你们播种后，还要辛劳灌溉，才有收成。但是你们将要进入的土地，有山有谷，也有雨水的滋润。上主你们的上帝，从年头到年终都看顾这片土地。在这段经文里面说，遵行上主话语的人，才有力量渡河，占领和进入上主所要赐的流奶与蜜之地。当我们要开始过这个农历的新年的时候，真的很需要从主来的平安，不管是出入的平安，还是使人心安。在过年当中是一个数算恩典的日子，也是分享恩典的日子。很多的时候过年对许多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希望过个好年，希望好好过年。不论我们今年农历年过年的期间有什么样的规划，恳求主真的是与我们同在。
他与我们同在，这个年就会过得好，就能够好好过年。我们要为这几件事情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在我们的过年期间，我们要一起开口来祷告，求主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的心领受喜乐平安。一起开口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话语应许我们说，我们若留意听从，谨守遵行你的话，你必命令福来追随你的子民。我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我们的团面盆就是我们的生财工具，也要蒙福。主，这是你的应许，当我们愿意聆听、遵守你的话语，你就让你所命定的福，要从岁首到年终，你都要眷顾我们所在之地。你要让我们走的路径都有自由在地。谢谢主，因为你是造天造地，你是划分这些年月日季节的主，你也将这些的季节交给我们来管理，是给我们智慧来过我们的年日，是给我们智慧，就是寻求你的同在，会从让我们面对荒年也要变成为丰年。谢谢主，因为你是赐福的主，你要使我们进入到那流奶与蜜之地，你要使我们进入到那个播种就自然能够生长的土地。别人在预测今年是不好的，但是我们要宣告，在基督耶稣里，你是那丰年的主，你是赏赐丰盛的主。主啊，让我们在面对过去可能有一些的失去，有许多的捆绑，但是我们要宣告，你是以马内利，当你与我们同在，你所赐福的别人都抢不走，魔鬼撒旦也抢不走的，福的别人都抢不走，魔鬼撒旦也抢不走的。保守我们，让我们所说所做所行都能够在神你的命定里面，让我们知道，若不是耶和华建造的是枉然劳力，看守的枉然警醒。因为有你的同在，所以我们不管是哪一个时辰，哪一个日子，都是美好的。我们要宣告，有你同在，一切都会变为美好。谢谢主，让我们进入到你丰盛的应许里面，让我们用信心来宣告，新的一年是充满丰富、经历主恩的一年。不管人多么的这样负面的思想，这样的宣告，我们要宣告，在基督耶稣里，你已经将天上各样属灵福气赏赐给敬畏你的人。敬畏你的人无论大小，主你的话语说，主你必应许，你必赐福。谢谢主，让我们用信心来宣告，你的应许必然成就。让我们祷告祈求感谢，你就将那出人意外平安赏赐在我们当中。谢谢主垂听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同心合的祷告，让我们在过年期间，你保守我们出入平安，
保守我们全家团圆都有美满，都有你的欢乐在我们当中。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站立，我们用首诗歌来回应主。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收于你的棚隙，放我在你的手心。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送于你的宝席，还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去这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主，我相信你让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去这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看见美好应许，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再一次来宣告说，我要看见美好应许，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弟兄姐妹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赐福。主，我们要看见美好的应许，并且领受美好的应许。主，我们要再次来宣告，我们要看见你美好的应许，丰盛的应许，并且要领受美好的应许，丰盛的应许。谢谢主，同心合意的祷告多么美好，因为这是有你的应许。2、3个人奉你的名一起祷告，主，你宣告说一定会应验，一定会应许。是的，主，谢谢每一次让我们在祷告聚集来寻求你的面的时候，彰显你的慈爱充满在我们当中，彰显你的同在在我们当中，彰显你的全能在我们当中，赐下你的医治在我们当中，更多的信心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凭着信心支取你属天的应许跟盼望。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同心来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
我们彼此来祝福说，你的祷告神听见了，神要应许。祷告神听见了，神要应许。